好啦，歡迎到景林呢個哲學台啊！呢個係我新開嘅哲學台。咁我今日要嚟講嘅咧係我哋點樣咧可以安慰我哋身邊嘅朋友仔啦。咁咧其實第一樣嘢咧都非常緊要嘅，就係即係千祈唔可以係説教，即係話你應該要點樣做啊？喂，你應該同佢分手啊！你應該要同佢噼哩啪啦。其實咁樣反而唔係俾到安慰佢，反而咧係俾到更加多壓力、更加多嘅不確定性佢，即係會令佢更加混亂。就係要聽你好啊，因為話晒你係佢咁好嘅朋友，都係聽你好啊，定係聽佢自己內心真實嘅諗法好咧？其實係會俾到啲混亂佢啊。咁我覺得其實最緊要都係咧，俾翻啲空間咧，俾佢思考，即係俾佢諗一諗，點樣俾佢思考，等佢咧可以真係問佢自己內心自己真正需要啲乜嘢啦咁樣。咁如果思考，你問佢揾你諗下，思考完之後再向你提出佢有啲咩疑問，咁我覺得會更加好咯。即係佢話晒諗過，即係咀嚼過，先再問你一啲佢唔明嘅位，就好似讀書咁樣，即係你會諗過唔明，哇！呢個公式真係唔 Q 明喎，咁我問下你嘅老師幫一幫手咁咯。同埋我諗最緊要咧都係，即係其實每個人咧都有佢嘅價值觀啦，每個人都有佢嘅一套學説。咁其實係絕對唔能夠套用喺任何人身上面。即使我好中意 David Goggins，即使我好中意原子習慣嘅作者都好，我都係唔可以完全將佢嘅公式套入去。佢每一個學説我都可以完全 fit 晒我嘅生活習慣裡面。咁其實係冇乜可能。我會話係吸取咗一啲嘅知識咧，係要經由自己嘅 run 過之後咧，再推導出適合自己嘅方法嘅。咁你咧，我諗最好嘅嘢咧就係其實你嘅學説咧，你可以用分享嘅形式話俾佢知啦，就係話我諗其實我面對同你一樣嘅情況下，我係點樣面對啊？我係點樣應對啊？咁其實我會話其實人生就好似一塊 puzzle 咁樣，即係一個拼圖啦。咁其實你係有權咧成為佢拼圖嘅一部分。你可能你學説咧成為咗佢拼圖一部分，因為我喺你嗰度帶到啲嘢走喎，即使唔係完全 fit 晒我都好。即係譬如我都喺 David Goggins 度學到點樣強硬，學到點樣去點樣強硬去面對住一啲我唔想做嘅事情，我都係要去做，令到我可以衝破咗我內心嘅枷鎖。咁樣其實又係一個我喺佢身上面學到嘅地方咯。咁如果其實你係可以成為佢嘅拼圖嘅5% 左右啦，我諗，即係就唔係好多嘅可能，或者可能代得多啲，可能就10% 左右。咁其實每個人喺人哋身上學到嘅比例都唔係好同嘅。咁其實啦，有一大部分嘅價值觀咧，都係經由自己嘅原生父母出嚟嘅。即係譬如原生父母啦。譬如佔咗你25%，咁可能另外嗰75%咧，又可能當中有機會係有又係25%，25%台朋友代翻嚟嘅 ，YouTube 代翻嚟嘅，IG 代翻嚟嘅。咁其餘嗰50%咧，其實我會話係一個比較綜合少少啦，因為話晒係一半喎。另外啲拼圖咧，佢有啲唔係可以直接代，佢要經過自己嘅 run 過思考過，先至可以成為佢拼圖嘅一部分咯。所以其實唔係一樣容易嘅事情咯。所以如果係話我哋朋友諗極都諗唔明一啲事情，或者諗唔明，哇點解佢要咁做啊？你好似好唔理解佢咁樣，就係會話即係俾啲時間佢，俾啲空間人咯。即係唔係個個都係可以咁好似即係你咁聰明，可以直接哇搞掂晒嘢咁樣。其實每個人面對唔同嘅困境嘅時候，都係需要咀嚼，都係需要諗過度過，先至可以先至可以講出嚟形式話俾你知道，佢到底經歷緊啲咩，佢有咩困境，佢想得到啲咩幫助。咁其實如果你嘅朋友可以好清晰咁話俾你知，佢面對緊啲咩咧，其實證明你哋都係有幾好嘅朋友嚟嘅，因為佢夠膽講出嚟咧，我諗佢嘅內心應該都會好好多啦。即使俾唔出啲咩意見都好。或者其實你根本就唔需要俾啲咩意見都好，你就係耐心地聆聽，點下頭，順住佢嘅話去講出
你對呢件事係有咩睇法，或者共情一下人哋。咁我相信你嘅朋友聽落去咧都會舒服啲嘅，即係唔會話咁 harsh 啊！哇，你做咩咁樣又話翻我轉頭咁樣？其實明眼人都覺得呢啲係幾唔舒服嘅，其實。咁係咯，就係減少使用你應該點啊，你應該點啊。最好嘅方法咧，我會話係真係以分享角度啦，以你嘅方式，以你形式去，即係話翻俾你朋友知啦，等佢可以話即係你講出你嘅諗法嘅時候咧，都可以俾啲空間去代入一下你嘅角度，你嘅角度嚟睇你嗰件事係點，可能佢就會察覺到，喂，原來我嗰件事都同樣適用喎，先至可以發現到。如果以第三者角度去睇翻件事，就會發現，其實好似真係唔係好啱我呢件事，或者可能我真係有做錯咗啲乜嘢，或者我可能真係有啲嘢做得唔係咁好，因為話晒當局者迷啊嘛，局外者清咁樣咯，係咯，所以我會話即係提供俾佢一啲拼拼圖嘅指引啦，而唔係幫佢睇手把手拼拼圖啦，因為每個人都唔係傻仔，每個人都係一個個體嚟，咁就你唔需要手把手咁樣教佢，佢自己就會用佢方式去理解出所謂嘅即係所謂佢見解出嚟咁咯。咁我今日景林哲學台係講到咁多啦，希望都可以袋到少少嘢落大家袋啦。好，拜拜。